弟兄兄弟平安，请你甲你身躯边的人讲，真欢喜，搁甲你做阵敬拜上帝。同时我们今天也是母亲节联合礼拜哈。那母亲是一个照顾我们，然后无私奉献的一个最大的代表。好，所以每次这个节日总是非常重要。好，大家都会好好的庆祝，但是要记得哦，对妈妈好不是只有今天哈，就是在平常的时候，希望妈妈每天都开开心心的，每天都快乐。好，因为她真的是向上帝很具体化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一个付出。好，有谁可以不顾自己全然的付出？好，我想妈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形象。好，在我们礼拜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你赏赐妈妈在阮的身躯边，互阮无孤单，互阮得到上好的教导。在阮细汉的时，妈妈将上主你所有的故事讲互阮听，带阮祈祷，陪阮在暗暝的时阵得到平安。恳求你帮咱带领，当阮敬拜你的时，也求你保守阮的母亲，互因有勇壮的身躯，互因在逐时阵拢会当享受满满的快乐，在因的生活上。主啊，恳求你帮咱带领，互阮今日所服侍的、所敬拜的，互阮今日所仰望的，拢在主你的面前。得到主你的感动，恳求你帮咱带领，守住阮气力，互阮跑走人生的路站，互阮逐时刻无离开你的面前。恳求你帮咱带领，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大家好早，真欢喜会当搁甲大家伫遮来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即马今仔日是个特别的日子，那请大家你若是方便，请你起立，咱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将大海分开，使风浪平静。你的话语大有能力，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的声音划出天地。将大海分开，使风浪平静。你的话语大有能力，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的声音划出天地。我的声音大有能力，宣告你的国度降临，同在荣耀充满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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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我要大声敬拜，我要宣告，光明国度就在这里。我要大声敬拜，我要宣告，黑暗仇敌必要离去。我要大声敬拜，我要宣告，光明国度就在这里。我要大声敬拜，我要宣告，黑暗仇敌必要离去。好，我们现在跟旁边的人说，让我们一起大声的敬拜。好，准备喽。
我要大声敬拜，我要宣告，光明国度就在这里。我要大声敬拜，我要宣告，黑暗仇敌必要离去。我要大声敬拜，我要宣告，光明国度就在这里。我要大声敬拜，我要宣告，黑暗仇敌必要离去。我的声音大有能力，宣告你的国度降临，同在荣耀充满这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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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声音，我的声音大有能力，宣告你的国度降临，同在荣耀充满这地。我的声音大有能力，宣告你的国度降临，同在荣耀充满这地。Sing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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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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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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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who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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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sing wh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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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在荣耀充满这地，同在荣耀充满这地。哈利路亚！感谢主，愿他的荣耀一直与我们同在。刷落来这首诗歌，我相信有足多人拢捌听过。可能是你的爸爸、你的阿爸、也是阿母会对你唱，也是你的阿公，也是阿嬷。因为阮在听这首诗歌的时阵，拢会感受到因足亲足亲的爱，亲像耶稣同款。因为记载的圣经，细汉囡仔虽乱流，耶稣会救有体恤。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载的圣经。耶稣听我三当行，知我心里免惊惊。我若听伊到路尾，伊要带我去伊袂。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载的圣经。好，即马邀请大家，你找5个人，你甲伊讲，耶稣听你嘛听我，听你嘛听我。耶稣听你嘛听我。等一下哦，阮唱华语的，唱2摆哦。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经告诉我，凡小孩子主牧羊，我虽软弱，主强壮，主
圣经告诉我，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经告诉我，凡小孩子主牧羊，我虽软弱，主强壮，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圣经告诉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圣经告诉我。感谢主，这首诗歌是非常水的一首，因为伊互翻译做足侪无共的语言，代表讲上帝对咱的爱是用足侪方式伫咧甲阮讲。即马，阮将即份爱深深的藏伫咱的心肝内。好，接落来这首诗歌是华语的，请大家会当坐落来。嘿，若是会晓唱的，咱做伙来唱哦。我们来教会，有时候来听牧师讲的道理，或者是上帝的真理。还有，因为今天在这个特别日子，我们在家里面，有时候也是要听长辈的话和爸爸妈妈的话。那我们会希望这些话都可以成为我们未来的帮助。那现在我们用一颗温柔敬虔的心，一起来仰望我们的神，一起来领受。我们请姐妹先来唱哦。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让我们一起开口。愿你的灵降临，是降临在这里，至高者的能力覆庇着你。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愿你的灵照你
降临在这里，至高者的能力覆庇着你。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愿你的灵照你须降临在这里，至高者的能力覆庇着你。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是我因你话语成为蒙恩的儿女，因你的灵与我同行，你话语的能力，如今充满在我心，是我心的坚立。愿你的灵照你须降临在这里，至高者的能力覆庇着你。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我愿意降服你，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照你的话而行，照你的话而行。是的，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谢谢你，因着你的爱，我们再一次来到这里聚集。在我们的心里，有许多的抉择、苦难与忧愁，跟举棋不定。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你的真理。我们要继续的来学习如何顺服你，照你的话而行，让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虽然有时我们不明白，我们疑惑，我们担心，我们害怕，但是我们深知道你一直与我们同在。孩子在这里将自己全部的交托，我们所有祷告都是奉给我们的神，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着俄罗斯以色列的上帝，因为伊有看顾伊的百姓来赎回伊，替咱兴起拯救的角，伫伊的奴仆大卫的家。即时，咱来吟诗俄罗上帝，信诗第273首。至尊的主宰上帝是神。至尊的主宰上帝是神，咱伫伊面前着定敬恭敬，心肝着谦卑亲就真理，深声懊恼伊极大的慈悲，主上帝全知。伊恩典无限，主上帝至大，伊赐福予咱。请今日咱来吟全首信诗第273首。请坐，请大家掀开旧报的内面，阮用使徒圣经来告白阮的信仰。使徒圣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信心投胎，对17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伫来岛林内受苦，顶十架死埋葬罗营府，第3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伫遮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告我，永远活命。阿门。启印，请大家掀开信息后壁面启印文第1篇。
启文第一篇，申命记第6篇。以色列啊，要注意听。恁通照上主，恁个列祖的上帝的应允。以色列啊，要注意听。恁着专心、专情、全意听主上帝你的上帝。我今仔日命令你，这个话着记伫心内。无论伫厝内坐，伫路里行，搁伫绑伫手内做记号，着写伫厝的门匣。这是咱大家来同心来祈祷。阮伫天的爸，你是天顶的大君王，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守护，享受阮一切所需要的。阮也感谢你，替阮每一个人安排美好的计划，互阮伫每日的生活当中会得到你的恩惠。阮是上帝的囡仔，阮有足侪代志要向你求。全能的上帝啊，阮为着阮教会身体欠的兄弟姊妹来祈祷，为着遐破病的人，主啊，你是全能的医治者，求你怜悯他们，嘛，互伊医治。嘛，你有医治的手，愿知你的大全能是无所不在。恳求你医治忍受痛苦的人，互伊的身躯会当恢复健康。主啊，我嘛求你。赐下互人意外的平安，伫因伫病患当中感受你的安慰，愿因伫痛苦当中会当倚靠你，不致失志。愿因的信心伫病痛当中会当更加坚固。愿知无论什么时阵。无论什么困难，拢是你伫身边来引带阮。愿你亲像因毋望的源头，嘛，互因你的同在会得到安慰。今仔日是母亲节，愿为着所有的妈妈来祈祷，愿知。所有的妈妈不时为着家中不管年岁偌大的交囡仔，为着伊超烦，嘛为着厝内所有的代志，嘛伫担忧。毋望主会当看顾因，互因有气力，会当面对所有的代志。愿也将教会所有的事工交托伫主你的手中，万你的看顾，互阮有足侪力量，
今日下晡，咱有运动会，嘛主你看过，伫咧运动当中，互阮会当得到身体健康，嘛会使互彼此的交陪，互大家搁较认捌你。教会伫咧7月份有夏令营，8月份有南方澳的福音队。望主会当伫这同工的身上看到你的力量，互伊面对任何困难的时阵，拢会当倚靠你。愿共亲之道，奉主耶稣的圣尊名来求。这是咱来看一段圣经节，记载伫咧《路加福音书》第1章第28节到38节。《路加福音书》第1章28节到38节。28节，天使入去对伊讲：得着大恩的人啊，平安，主甲你伫地。玛利亚不知戆亚伊的话，想即个请安是啥物意思？天使甲伊讲：玛利亚，袂得惊，因为你得着上帝恩典。但你要怀孕生囝，就互伊号名叫耶稣。伊要做大，听做至高者的囝。主上帝要用伊的祖大庇的位予伊，伊要做王伫雅各的家到代代，伊的国也无终尽。玛利亚对天使讲：我袂有嫁人，怎有即个代志？天使应伊讲：信心要临到你，至高者的全能要指引你。所以对你所生的，诚做神做上帝的囝，国互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已经老也怀孕，平素诚做未怀孕的，但有生6月2日，因为上帝所讲的话，无一句无落。玛利亚讲：我是主的女婢，照你的话应验伫我。天使就离开伊去。以上，请圣歌队来学老，因的献诗是为着美丽的地面。
进度，请你传道师伊的答法是确是安尼，愿你亲像。各位兄弟姐妹来平安。咱做伙来看你身躯边的妈妈，来甲因讲一声母亲节快乐。耶稣疼你，我嘛疼你。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上帝疼恁。我想要问在座的妈妈一个问题：当恁发现讲恁有心的时阵，发现迄两条线出现的时阵，你迄当时的心情是啥物？是欢喜、感动，还是紧张甲惊吓？开心？若是我应该嘛感觉足开心的，毋过拢还袂快着的吼。继续来祈祷安尼，所以等下免搁去甲传道娘问啊吼，做伙祈祷就好。所以为着要迎接即个新的生命，迄个妈妈开始安那行路拢真细致，对毋对？啊，食物件安那嘛真小心，甚至爱忍受侪侪咧即个怀孕过程中间的无爽快、无舒适，也是讲充满期待来买遮囡仔古水的衫啊、鞋啊，迄鞋啊真足古水的所以伫这一切的准备拢是安那，为着咱知影，咱有一个新的身份，甲一个责任要来承接。伫今仔日的即个经文内底，嘛差不多有一个少年的查某囡仔，差不多12岁到14岁足少年的伊当咧期待等待伊的婚礼，总是忽然有一个天使来宣告讲，你要怀孕，你要生一个囝，毋过是上帝的囝。各位兄弟姊妹，若是你是玛利亚，你会安怎？你会有啥物款的情绪？即个婚礼到底阁要办无？我的翁婿敢会接受即款的我？我要安怎甲人说明讲，我着雄雄安尼看到一个天使，我着怀孕啊？还是讲即个新娘衫要安怎？即个餐厅敢会当摕？把费敢会当摕？照安尼想起来，毋知影咱敢有法度来想看觅迄当时玛利亚伊所面对着的即款的惊吓，还是讲毋知影要安怎的迄个情绪。伫咧今仔日的经文内底，我看到一句话，一直伫我的心内成做今仔即段经文的一个锁匙，也就是就算是安尼，愿你的旨意得成。整个经文拢围绕伫即个意外的呼召。我嘛伫即个经文内底看到讲4个重点，就是第一，就算是要牺牲我家己，也愿你的旨意得成。第二，就算讲是气力无够野的时阵，也愿你的旨意得成。第三，就算这无属于我，也愿你的旨意得成。第四，就算是看袂清楚未来，也愿你的旨意得成。咱看到讲玛利亚的牺牲，承认家己的无够野、无气力，学习放手，全然的交托，不断的思想。这毋若是正妈妈伫咧养饲囡仔的过程中间会去经历到的处境，敢毋是嘛是正信徒、基督徒伫咧即个信仰的生活内底会去经历到的即个属灵的生命嘛？第一个部分，咱要来看，就算讲是牺牲家己，也愿你的旨意得成。当即个天使显现的时阵，玛利亚伊充满惊吓，甚至伊无明白这到底是啥物款的意思。就亲像前言咱所讲的，因所有的备办、所有的期待，原来做好的迄个心理的建设等等的，拢因为上帝忽然间的即个呼召，全然来受到拍破。毋知对恁来讲，敢有即款的经验？恁为着家己的人生前途已经做好一个真好的规划，总是伫你的祈祷内底、灵修中间，却忽然出现一个感动，也是讲一个意外的一个领受甲呼召，要去别个方向。迄当时的咱会做出啥物款的决定？你要选择牺牲啥物？咱可能会小可评估一下，讲即个改变的方向会安怎？安尼可能伤危险嘛安尼可能付出伤侪代价可能伫遮咧评估侪的物件，还是讲到底咱
心内迄个意愿到底是啥物？当咱看到玛利亚伊伫咧12岁、14岁即个中间，伊毋是去评估迄个危险可能性，甚至上重要的就是，伊可能会因为安尼，伊的性命受到威胁。伊嘛无伫即个中间去怀疑上帝的话、天使的话，伊是咧怀疑一件代志。我著还袂嫁人，哪有可能有即款的代志伫我的身躯顶发现？要安怎来发生？我想袂到呢。伊的意思是讲，要安怎发生伫我的身躯顶？我著还袂，这已经超越伊对伫即个知识、人脉的一个限制，所以伊著咧怀疑的是，我敢有即个气力来成就上帝天使你讲的即个应允吗？伫即个过程，咱会感看到讲，玛利亚伊虽然会面对着互人当作是犯奸淫的妇人人，互石头拍死，也是讲受到约瑟的放杀，受到众人的侮辱等等的危险，总是伊先大声思考的是上帝的心意要怎样实现伫伊的生命内底。这对伫每一位女性来讲，生囡仔确实是改变因的一生上重大的一个决定。所有的女性因为怀孕了后，因可能就受迫要对伫一个女性的身份转化成做一个母亲的一个身份。伊就开始爱烦恼即个囡仔的健康，也是讲伊爱选择放下伊家己的梦想，也是伊的工作，伊现在为着家己计划的遮个目标，伊可能拢爱伫即个时间先放伫边啊。伊可能伫即个生囡仔的过程中间，伊爱烦恼即个囡仔生落来敢会健康，要安怎来甲养饲等等的遮个代志。所以咱会当看到讲，即个养饲一个囡仔对伫一个母亲，无论是身心灵的改变，拢是真巨大的一个改变。迄天吼，甲迄个朱丽乐去春游的时阵，我小可有体验到即款的艰苦甲趣味。迄天吼，我甲2个小朋友来困吼，叫我抱一个吼。即2个小朋友足古锥的，耍啊真欢喜。然后吼，我发现讲暗时起来吼，发现伊会踢被啦。踢被我著帮因架被，我惊伊会寒着吼。所以我著帮因架被。结果过无偌久，发现因2个搁咧踢被，我著搁甲因架被吼。所以就规个暗时我拢咧即个足惊吓的过程中间吼，我足惊因寒着的，所以我著一个后头看一下，安尼搁踢被啊？安尼？搁困一下看，安尼翻180度安尼吼，足古锥的。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我发现讲，哇，真正是咧照顾一个囡仔，爱承担即个责任，真正毋是遮简单的一件代志啦吼。有时阵上帝伊放伫咱的生命中间的计划，就亲像怀孕生囡仔安尼遮尔啊沉重，搁带来极大的即个改变。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上帝咧呼召恁。成做另外一款的上帝敢有呼召恁，成做另外一款的身份。上帝敢有伫恁的未来放下啥物款重大的责任，甚至是讲，即个责任可能是一世人的责任。若是有，若是咱受到即款的呼召，你会做啥物款的选择？当咱看到玛利亚来学习的时，当咱看到玛利亚的性命，咱来学习的时，咱会当看到讲，伊是一个真单纯相信的人，伊是一个相信家己相信上帝比相信家己的情绪搁较济的人。伊是一个每日拢将上帝的话语放伫心中来思考的人。伊是一个谦卑知影伊家己身份的人。所以毋知影恁听了了，恁认为咱欠缺对一点？其实吼，大家毋免对家己伤失望啦吼，因为其实咱无比玛利亚较差。为虾米？迄玛利亚是直接看到天使的，当然会较相信嘛，对毋对？咱无看到，所以吼，咱吼的有相信就袂歹啊吼，对毋对？所以吼，其实我相信在座伫遮，大家拢一定有一个对上帝的一个信心。迄是建立伫倒？迄可能毋是建立伫伊看到天使即件代志顶悬，是因为咱彼此的生命拢有甲上帝经历的见证。咱伫咧祈祷中间、灵修中间、伫咧听讲道中间，咱拢会渐渐伫教会的生活内底、信仰的生活内底去建立即款的信心。所以咱其实无比玛利亚搁较差，咱的信心嘛会当建立了愈来愈大、愈来愈臃肿。
所以伫即个中间，咱会当来得出一个，我伫遮得出一个简单的一个结论，就是毋是结论啦吼，还袂讲了的，结出一个结果，就是吼，我发现讲，其实有惊吓才会有信靠啦，也就会生出信心啦。你若拢袂惊，你敢有信心？无一定啊，你著袂惊，啥那要挖靠啥物对不对？总是应该是有惊吓，你才会生出挖靠，才会生出信心。我用一个比喻好啊，这个比喻较敏感，我无要讲啥哦，大家莫摕伊啊家己坐哦吼。迄个奉献来比喻看觅，有2个人，第一个人就是每一摆领着薪水，伊就摕11奉献出来，放伫奉献的袋仔内底，这是第一个人。另外一个人是将即个月存的即个钱拢开了，到月底了后，才存的伊才摕出来奉献。即2种人我拢做过，所以我咧讲我家己，毋是咧讲恁吼。我要讲的是，即2款人对一个人对上帝较有信心，应该是第一个嘛，对毋对？我要用即个比喻，只是要讲有时阵咱吼实在想要挖靠家己，保全家己。无容阮家己受到一点点的亏损的时，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恩典就真困难进入到咱的性命甲生活内底。坦白讲吼，自细汉到读神学院到现，毋是到前一站，我其实拢是妥妥的月光族，吼，逐个月拢大底的。我每个月我拢是信心的勇士，吼。你有偌善，你就会当经历到偌济上帝的恩典，吼。所以试看觅吼，也因为安尼，我实在伫即个过程建立对上帝真好的信心。我愿意为上帝牺牲，因为我有经历到，就算讲我牺牲，上帝嘛会补足。吼，所以爱记得，有时阵咱互家己的生活较危险淡薄仔，无要紧，因为迄个危险，上帝会甲你同在。上帝会恩典教也你用，安尼。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我问恁的就是，恁敢有用祈祷文、主的祈祷文来祈祷过？来，有诶举手。哦，真好，真好，应该大家拢有啦吼。莫走哦吼。有举手的拢走袂去。当咱咧祈求上帝的国临在伫即个世界的时阵，伊的旨意临在伫咱的生活甲生命中间的时，当上帝真正将即个呼召交托互咱的时阵，咱敢有真正愿意牺牲家己去完成？当咱每一摆用即个来祈祷的时阵，愿你的旨意伫成，愿你降临到，啊，结果人真正互你啊，你讲无要紧啊，先互伊好啊，莫互我。安尼是毋是上帝的心意，就无法度伫咱的生命内底降临临到？第2点，就算讲是气力无够野，也愿你的旨意伫成。当咱愿意为着上帝来牺牲、活出呼召的时阵，咱会面对着一个处境，就是咱惊吓家己的气力无够野。毋知影在座的母亲，恁敢有怀疑过家己，敢有法度做好一个妈妈的角色？有啦吼，应该有怀疑啦吼，甚至怀疑讲，咱敢有法度亲像玛利亚，伫即个完全无准备的过程下面，伊就爱面对着即个身份的转变。我想，玛利亚伊的心中真正伊的惊吓，毋若是出自受到侮辱、受到气杀、死亡等等的遮个危险，甚至伊嘛有咧烦恼，伊家己无法度做好上帝所要交代互伊的即个使命，就是养饲好上帝的囝啦。总是伊伫即个无明的即个未来的中间，玛利亚毋是怀疑上帝，伊是怀疑家己。总是伊最后决定伸出伊的双手，将上帝揽条条，伊要顺服来试看觅，哪行哪受哪默想上帝的话。当咱领受呼召的时，咱敢会惊吓家己的能力无够野？其实我会。歹势，我最近吼定定咧讲一寡，我咧找教会的例吼，迄因为迄是我最近即个生命的一个当咧经历的一个过程，我真望会当将即个过程真实来甲大家分享，安尼吼，所以请包容。当我咧找教会的过程中间，总是咱拢会祈求安那，伫祈祷内底得到上帝的感动甲平安，对毋对？吼，我来跟他祈祷哪无平安？迄个无平安吼。我发现讲是一种真大的惊吓，我感觉哎哟，安尼是毋是上帝
有其他的计划吼，还是啥物？所以我伫即中间，我就感觉奇怪，我哪会哪祈祷哪行遐？后来上帝有伫一摆的祈祷内底提醒我，迄是无平安吗？还是迄只是你的行遐那尔？有时阵，咱面对上帝的呼召所带来迄个行遐，就是遮尔啊真实。总是迄边毋是无平安的感觉，就亲像玛利亚伊咧经历着即个过程，伊有惊吓无？有，伊有烦恼无？有。啊，毋过这是毋是上帝的呼召？是。有时阵迄个惊吓，迄个惊吓烦恼的感觉是出伫咱对伫家己无够有信心，咱毋知影咱有迄个气力来完成遮个代志。所以伫即个中间，我嘛学习着讲。上帝来问我讲，迄是无平安，还是只是你出伫你家己对伫即件代志会惊吓？我当然会惊啊，对毋对？我若去到外口牧会，都无苦无书帮我挡咧啊，对毋对？啊，无就是讲，都无像恁遮好诶会友啊，无一定啦，可能嘛是有啦吼。啊，毋过咱文山上温暖啊，对毋对吼？所以我就会做诶烦恼啊，我想惨啊，我若去，我就会经历着迄，经历着这，啊，我要安怎？吼，都有做会惊吓。啊！毋过上帝甲我讲，迄是惊，你会惊吓，还是迄是无平安？吼，我感觉这对我来讲嘛是一个真好诶提醒。我伫今仔经文内底嘛看到讲，其实玛利亚伊就是伫即个过程中间，伊真清楚分辨出惊吓甲无平安中间诶差别到底是啥物。伊将伊诶情绪对上帝诶呼召中间排除出来。了后清楚看见上帝对伊的呼召甲计划，然后伊选择顺服。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敢有受到某一种的情绪捆绑，直到咱无势力去拒绝咱生命中间迄个活出呼召的可能性？当上帝的呼召临到的时阵，敢有因为咱的情绪、咱的惊吓，直到咱无法度来完成上帝对咱生命的计划？透过玛利亚的生命，咱学习到安静心，将情绪甲上帝的呼召来分开来看。当玛利亚讲无可能的时阵，天使讲圣神临到你，至悬的关联地印要地印你。伫犹太人的即个文化内底，即个地印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就是上帝的神要降临伫咧会幕，也是至圣所即个顶面一个荣耀的云彩的意思。所以有人讲，这表明上帝要互玛利亚的腹肚加做至圣所来迎接上主，也有人认为这是表明上帝大权能的临在，要扶持人心灵的软弱，要为着就是要成就上主的心意。所以，亲爱兄弟姐妹，我深深相信，无论是你是啥物款的年纪、啥物款的身份地位，你有犯罪无犯罪，我拢相信上帝毋是白白创造你伫即个世间内底。总是有的人追求对伫家己计划的即个一世人，甚至到老，伊拢无清楚、无了解上帝对伊有啥物款的计划。这就亲像啥物？就亲像一台很棒的那种超跑，几啊亿的超跑，叫停伫展示间，互人看。伊永远拢无发挥伊上好的迄个性能也好，也是讲伊原本受创造应该爱完成的即款的代志。我感觉有时阵咱的人生若是行到安尼，是真无彩的。所以无论你即摆是啥物款的年纪，你是啥物款的身份角色。咱拢永远会当伫即个中间来敲出上帝对咱现在的心意是啥物？若是安尼，即个计划呼召临到咱的时阵，咱敢有愿意跳脱即个情绪甲惊吓，来选择来牺牲甲顺服？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咱看到讲，迄个祭司迄个撒加利亚的夫妇，伊嘛面对着上款的即个经历。13节讲，天使讲撒加利亚毋免惊，因为你的祈祷已经听见啊。即个是无共款的处境，有一个真特别的，就是撒加利亚因是安怎？因是有祈祷的哦，因有祈祷的，总是反正是因无够野的信心去相信。玛利亚因毋是无相信上帝，伊是无了解上帝要怎样实现伊的即个计划。也就是伊并毋是信心无够野，伊只是受到伊的
想象力的限制哪尔。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当来到迄个地音的即个原文的意思，是一个未来式的。伫希腊文，伊是要表达讲上帝的荣耀、能力的亚坎伫未来绝对会实现。这也是对咱每一个人讲，当咱想要活出上主的呼召的迄个时刻，即个应允就甲咱同在，会伫迄个某一个时刻的时阵，伫未来某一个时刻，一定会出现。这就是即个未来式伊所要甲咱讲的意思。所以这也互咱来思考，当咱为着上帝对咱的心意、对咱的期待来祈祷上帝的呼召，临到咱的性命的时阵，咱敢有愿意来顺服甲军队？敢讲玛利亚伊无惊吓吗？伊也已经惊到要死啊，因为这是有性命危险的。总是伊伫即个中间，伊对伫上帝的相信甲敬畏，甚至是因为伊即份相信甲敬畏，伊生出一个谦卑的心。伊知影伊家己是上帝所使用的女婢，所以伊愿意来献上伊的一切，是为着承服上帝的旨意，临在伫伊的生命内底。第三，就算这无属伫我，也愿你的旨意得成。当天使玛利亚宣告，你要诚做大，要伊要诚做大，要称做至悬的囝，迄个时刻就宣告，即个囡仔是上帝的，并毋是伊的。总是伫即个过程中间，咱会当看到讲，伫后来的经文内底，玛利亚伊渐渐学习要怎样将即个主权来放手，交予上帝。这就亲像之前我讲的迄篇，你的囡仔并毋是你的囡仔的迄篇讲道片安尼咧讲的。但是做人老母辛辛苦苦将囡仔养饲大汉，总是愈饲愈大汉，发现讲啊，安尼会愈来愈巧，啊有时阵吼，佫讲袂赢伊。对毋对？咱会发现讲，即个囡仔伊的自我的意识愈来愈悬的时阵，咱需要沟通的即个成本就安那愈来愈悬，对毋对？所以咱就会发现讲，哇，安尼真正是真辛苦。有时阵要甲伊沟通的时候，咱有时阵伫咧亲子小组就是安尼，咱拢咧学习要怎样甲囡仔沟通，对毋对？吼，自从吼我做团队人了吼，我即支喙吼真正是袂歹的。我妈妈拢讲袂赢我啦，吼。啊，毋过吼，坦白讲，有时阵伊若生气起来，我嘛是会惊啦，吼。所以咱会当发现讲，其实为虾米我妈妈伊即马开始，其实妈妈若要变嘛是会当变嘛，对毋对？啊，毋过伊啥物无爱变，因为伊真清楚知影，伊的囡仔已经交予上帝啊。伊知影我一生拢会行伫上帝的真理内底，我家己会去敲找上帝的心意是啥物，所以伊就不管我啊，伊就偶尔传个长辈图，传个经文，传个祷告互我安尼，哦，足快活，足轻松的，对毋对？所以即个过程中间，我发现讲一件代志，即段是要甲做老母的、做爸母的兄弟姊妹分享的。对伫囡仔来讲，其实即摆囡仔的教育吼，即个知识的部分，咱看到迄 AI 吼，也是足侪物件会当诚做遮个囡仔的知识来源呐，补充的来源。总是咱发现讲，品格、情绪、人际关系、态度，这算是伫咧未来更加分的一个重要的即个能力啦，啊是要培养遮一切上好的遮的能力上好的办法是啥物？当然是来信耶稣啊，对毋对？一定是伫教会内底，咱会当学习到遮的一切的物件，诚做一个有疼心，佮得到别人疼的人，对毋对？吼，所以伫即个过程，我要甲大家讲的就是，咱赶紧互你的囡仔来报名迄个夏令营吼，赶紧来去报名，再业配一下。吼，所以等下就会当来报名吼。所以我发现讲一件代志，就是当咱将囡仔的性命放伫即个信仰甲真理内底的时阵，咱才会真正会放心啦。因为伊一生拢是倚靠上主的人，就亲像顶礼拜我讲倚靠上主的人，伊安那？伊的是顶礼拜吗？毋是啦，是去迄个野外礼拜的时阵，我讲的时阵，伊讲我讲倚靠上主的人会安那？就亲像有安全绳共款，甲伊牵条条来保护伊。所以我想，当咱真正将即个囡仔交托予上帝的时阵，上帝就会亲身全然的顾守伊。这对伫基督徒来讲嘛是一个真好的提醒，也就连接是最后一点，就是第4点。就算讲咱看袂清楚未来，也愿你的旨意得到成就。当咱领受到呼召，愿意牺牲家己，总是认为家己的气力无够野。总是主佮加添咱气力去做的时阵，咱可能会面对着
两种的处境。第一就是可能即个成果吼果子啊无属于你，明明就是你种的，为什么是伊咧享受？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啥物？为什么种遮久连一支毛拢无发出来？有时阵咱是迄个种土用松用炼的人，用松用，知用土用松啦有时阵是咱播迄个种子啊，也是讲栽种，咱是照顾的人，是修行的人。无论是啥物款的阶段，咱拢爱提起咱家己，毋是现在看袂到成果，也是讲毋是你咧享受，就代表上帝无使用你。就算讲这一切丰盛的结果无属于我犹原要毋望上帝你的旨意得到成就。是透过我来顺服来成就，我的顺服来成就的。因为主的旨意得成，咱的性命咱就得到真实的欢喜甲快乐。所以当玛利亚伊对伫天使领受即个全然改变伊性命的即个签语的时阵，玛利亚伊决定要尊主做大，将家己看做上卑微的女婢。总是伊阁清清知影上帝伊看顾伊。伊是要伊将伊的眼光放伫上帝对伫伊列祖的迄个约内底，并毋是看伫伊眼前所面对着的遮个困境。所以上重要就是伊将上帝的话安那一直重复放伫伊的心内来默想，一步一步来顺服，一步一步来学习，最后成做迄个互众人称做是大有福气的人。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真容易会当来想象，迄当时玛利亚伫迄个小庄头内底、小庄社内底，碰到啥物款的处境啦？伊会互人看轻一世人，伊会受到侪的侮辱甲攻击。伊是怎样伫即个困境内底唱出对打以后，万世代要讲我是有福气的人？哇，这是一个真无简单的一个过程。因为伊真清楚知影，上帝伊绝对要指引伊的一世人。所以今仔日是母亲节，当咱看即个经文来看玛利亚一生的时阵，敢毋是嘛显出在座每一个妈妈，恁一生所经历的遮一切的辛苦。因为恁的牺牲，成就遮个囡仔的性命甲因的未来。随望恁时常会感受到侪无气力、惊吓、烦恼。总是愿主的疼，真正来帮助咱，互恁有教养的信心，会当来放手来将囡仔交托给上帝，互恁有智慧，会当将信仰传承给恁的囝儿。当咱承认讲性命的主权，囡仔性命的主权，拢在伫上主的手中的时阵，就算讲看无清楚迄个未来，咱犹原会当有迄个信心甲勇气。继续来顺服来军队，恁的顺服甲军队就会亲像玛利亚为主成就一个美好的事工。相是这嘛是咱正信徒基督徒爱来学习的功课，就是求上帝帮助咱，亲像玛利亚同款，面对上帝的呼召的时，咱愿意牺牲、放手、信靠甲顺服。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你呼召遮种妈妈，诚做阮遮个囡仔生命上大的祝福。总是阮嘛要透过即个祈祷，将所有的妈妈仰望伫主你的手中，因为因为着囡仔所做一切的牺牲，你拢知影；因为着囡仔所做一切的改变甲调整，主你拢知影。迄个放伫因心中，一直想要完成的梦想、期待，对伫家己的想象，你拢知影。我要将因的付出，拢带到你的面前，阮献上极大的感谢。总是我嘛透过即个祈祷，求上帝真正大大来祝福遮个妈妈。当因付出牺牲的时阵，你的稳定，你的疼痛。伊所享受的平安，要加添大大的加添互因，就亲像因将这一切献互阮共款。嘛愿主你大大的来祝福互遮种妈妈，
伫呢生命内底，因会当继续伫即中间看见你为因备办迄个美好的计划，你对因美好的心意，嘛赏赐互因到遐的气力、勇气、信心，来去完成，来去看见因的生命，阁有更加美好的可能性。我嘛要将所有的兄弟姊妹仰望伫主你的手中。当阮受到这个呼召的时，当阮用主的祈祷文咧祈祷的时，就互阮明白你要带领阮去到地，互阮看见你对阮的呼召，对阮的心意，透过圣神伫阮心内所发出的气力，启示，阮就愿意谦卑顺服，来跑走这条下伫你心意的道路。我要将众兄弟姊妹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愿主祝福，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大家做伙来因回应的诗歌，信诗第197首，开我的目睭，互我看见。开我的目睭，互我看见。你所指示信真真理，伫我手中有奇妙的锁匙，伊会拍开主信旨意。当我听经地听候你，半心便便爱你指示，开我的目睭，互我看见至神的神。请起立，咱来用全首信诗第194首。请坐，这是咱的奉献。
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你也无明白奉献的意义，正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请坐。报告的大臣，请大家掀开周报的第2面，咱来读今仔的经句2遍。请伊的囝儿起来称伊的福气，伊的丈夫嘛伊儿女，今年31章28节。伊的囝儿起来真看福气，伊的丈夫也儿女，今年31章18节。后礼拜圣诞分当，领唱是圣歌队，司礼是赖云如长老，司琴是黄慧谦弟兄，献诗是少年团契，主献是谢玉凤执事甲阮本人，招待是林宗豪执事甲刘明月弟兄，音控是我本人甲钟宏邦弟兄。后礼拜的执事至少的执事是谢美凤执事。拜三查经祈祷会是主的内容是《列王纪上传》第7章。司会是林宗豪执事，主理是柯牧师。后礼拜是玉山伊的主日，主理是学游道牧师。请掀开周报的第6面。第1点，今日是母亲节的连下礼拜，为了感谢每一位母亲的奉献，教会会给妈妈伊的经文卡甲康乃馨，来表达对母亲的疼甲尊敬，并祝福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中道少年团契甲妈妈团契有准备爱宴。地下室11点20分要开始，请大家到地下室享受。
本日是联合礼拜，无华语礼拜。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年较特别，要送所有母亲这个卡片。这个卡片是所有的中级以及少年团体、玛纳团体，阮亲手所写。虽然顶面有经文已经印伫顶面啊，但是阮每一个人拢写几落张。啊，我看一下吼，今仔日吼，我想毋若是母亲，我想所有的妇女。拢要做伙来领这个卡片啦吼，所以确定我会分互恁每一个人，恁坐落就好，坐落就好吼。后壁有水药的小朋友要献花给妈妈，请妈妈请。请妈妈说起你。咱有倒一位妈妈无摕到，还是妇女无摕到无？啊，楼顶，好，楼顶我看下起哩。咱即摆请小朋友，想请妈妈请起哩，咱要请小朋友来献花。
请妈妈们站起来，让那个主日学的小朋友可以献花。请妈妈请起立，莫歹势吼，最后的小朋友要甲你献花。是毋是在场所有妈妈拢有摕到花？有人无摕到无？喂，请小朋友把花拿上去，上面也有妈妈哦。那个小朋友，楼上还有哦。小朋友楼上3楼还有妈妈哦。3楼哦。共有3楼哦。3楼的妈妈有摕到无？好，咱这是要为着所有母亲，咱要同心为因来做一个祝福的祈祷，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疼伫阮的中间，通过上帝你的创造，互阮每一个人对母胎出世，通过母亲一生的照顾，无论阮现在如何，总是这份感恩的心，愿要感谢母亲伊的付出。愿主亲身祝福伫每一位母亲的身躯顶，因过去所经历的，因过去所付出的，恳求上帝你完全伫因身躯顶享受迄个属天来的稳定疼痛，享受因拢有平安喜乐，互因一生倚靠着上帝来领受这个属天的祝福。愿主你亲身看顾，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要补充一点报告，今仔是母亲节，咱中道有少年团契甲玛拿团契因准备的这个中道顿吼，咱感谢团队。伊为长就督促那些青少年爱煮这物件，长伊就昨天他忍耐哦，他没有下去煮哦，他让那些青少年去煮哦，所以家己隔壁讲，较定爱留落来食饭。嘛爱多谢团队吼，你知早起几点来把那些东西加热吗？伊差6点外就来啊吼。落来咧加热，一直无闲，到拄才8点半，好，咱多谢伊。好，所以搁甲隔壁讲，下晡爱参加运动会。好，祝所有妈妈健康快乐哈。好，第2点是下晡是运动会，请大家留下参加，中昼有做饭吼。第3点是玉山城下院的奉献主日，下礼拜5月17号是玉山城下院的奉献主日，请下游道牧师来请安甲报告，请大家为着玉山城下院的事工奉献来关心大道。以上请。敢有新来的朋友？
兄弟姊妹平安。咱今仔真欢喜有一位新来朋友，甲咱做伙礼拜。林陈香华姊妹，毋知坐伫倒位会当徛起来，甲大家一手握在遮。伊是以诺长老介绍来咱教会，目前是伫圣公会教会聚会，以后会定定来参加咱的礼拜，因为我住咧正台这边遮尔，欢迎你也有定定来。咱今日真欢喜，我有咱文山据点的真侪兄弟参加伫咱的礼拜，我要参加咱较咱的用餐甲下晡的运动会，是毋是？请所长都来介绍一下。请大家徛起来，文山据点的兄弟，咱请徛起来，好无？请拢徛起来，请起立，大家甲你欢迎欢迎较咱的老了用餐，搁下晡的运动会，因拢有报名，好。好，今仔日到这以上。好，咱嘛有讲过哦，讲若久无转来礼拜，咱嘛爱甲介绍着。好，来介绍张宏恩牧师。谢。好，咱看下伫清安中间，咱互相来讲平安，咱就是来行平安礼。请咱游园徛伫，咱用祝福的诗歌，信诗第395首，至信天父，阮感谢你。唱线请牧师来祝祷。
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的疼痛甲恩典，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伫地，特别甲所有母亲伫地，赏赐因每一天拢有平安甲喜乐，对这粒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麦倒。礼拜即是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带大家留来食饭，下晡参加运动会哦。